今個星期仍然有口腔護理產品嘅優惠，買滿25蚊就減10蚊。另外一個夏日嘅優惠，凡貼有紫色 label 嘅產品，買滿30蚊呢就可以有10蚊 extra 筆回贈。Iris 冰5合1，第二支減40%，減埋3蚊嘅優惠同埋4蚊嘅 extra 筆回贈，最後每支都係1個9毫3。Post 嘅早餐谷物片，而家每盒1個9毫9，買3盒仲可以喺 Ibotta 攞返2蚊，即是每盒1個3毫3。Carefree 衛生巾夜用裝減40%，而家5個5毫7。最後就買咗呢6件產品，睇下幾多錢，加埋稅要俾6個7毫5。哇！今次慳咗成86% 啊！攞返4蚊 extra 筆。下次可以再買。多謝收看，請大家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